在地人在地情，继续要来讲，昨是农历的7月初1，嘛是传统的风俗开鬼门的日子。婚林西的福兴宫按照着古礼来封正果。庙方人员甲封条搭起伫古顶悬，这是西丽福兴宫逐年拢会办理的封正实果仪式。旧历7月是好兄弟来人间的日子，为着要避免庙内真鼓声来搅扰着好兄弟，西丽福兴宫特别伫咧7月初1的前一天来办理仪式。庄跟古吼，普通时啊，毋是7月时的时阵，是咧迄个新春来的时阵吼，咧召集这个无形的这个将军。兵将来保护着咱的生命。旧历7月封正果的仪式自起庙以来就流传到今。仪式当中，佫需要用到专门的封条，佫有福兴宫太兵马的音乐，甲一般的政府单位咧批公文的方式相像，是真趣味。这个封条就是咱本宫妈祖的音啊，甲像咱官府同款。西丽福兴宫旧历7月封正果，毋但是表现太平马慈悲护民的精神，嘛展现台湾人满满的人情味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